各位朋友，你哋好，歡迎收睇粵語頭條，我係主播曲豪。熱搜炸裂，知名茶飲被爆引出青蛙，當事人表示真係核突死人啦，爭啲就食咗落肚。食品安全屢屢失守，消費者嘅健康邊個嚟保障？近日，知名茶飲品牌奈雪的茶深陷青蛙風波，呢起事件好似一顆重磅炸彈喺社交媒體上邊炸開咗，引發咗社會各界嘅廣泛關注同熱議，再次將食品安全問題推到咗公眾視野嘅風口浪尖。事件嘅導火索係一位網友喺社交平台上面發布嘅一則貼文。據呢位網友描述，事發當日佢好似平時咁樣，準備沖一杯茶嚟放鬆下身心。佢攞出咗之前湊單購買嘅奈雪小盒茶，一款舊年生產嘅茉莉花茶。呢隻茶包裝精美，宣傳當中提到入邊會搭配一啲曬乾嘅茉莉花，俾人清新健康嘅感覺。網友滿懷期待咁打開個包裝，按照說明沖好茶之後，啱準備品嚐，忽然間發現茶水入邊好似有異物。初初佢以為茶葉當中嘅雜質，再睇真啲，嚇到魂飛魄散。茶水入邊居然有一隻疑似青蛙嘅物體。由網友發布嘅視頻畫面當中，可以清晰咁樣睇到嗰隻疑似青蛙嘅物體靜靜雞咁漂浮喺茶水當中，同周圍嘅茉莉花形成鮮明嘅對比，顯得格外突兀。網友心有餘悸咁表示：真係好核突，爭啲就飲咗。當時我成個人都懵晒，點都諗唔到會喺茶入邊飲出呢啲嘢。佢諗翻起購買時候嘅情景，話當時真係覺得湊單買好抵，根本就冇諗到會遇到啲咁樣嘅事。而且由於乾蛙嘅顏色同茉莉花有啲相似，喺沖泡過程中，如果唔仔細睇嘅話，根本就發現唔到嗰隻青蛙。呢個令到佢感到十分之後怕。事件發生之後，該網友並冇選擇忍氣吞聲，而係決定維護自己嘅合法權益。佢後續發布嘅視頻顯示，佢帶住今次涉及嘅產品同埋茶水當中嘅異物，嚟到咗奈雪嘅一間門店。喺門店入邊，工作人員面對呢個突發情況，顯得有啲不知所措。喺網友嘅要求之下，工作人員小心翼翼咁將茶水入邊嘅異物揀咗出嚟，擺咗紙巾上邊。由工作人員嘅動作同表情都可以睇得出，佢哋亦都對呢起事件感到十分之震驚。後尾奈雪方面迅速作出咗回應，佢哋表示對於今次事件高度重視，將根據食品安全法嘅相關規定，對消費者進行賠償。奈雪嘅客服人員喺同網友溝通嘅時候態度誠懇，承諾會加快處理呢件事，並且會加強產品質量管控，避免類似事件再次發生。但係呢個回應並冇完全平息網友嘅激氣同質疑，好多網友紛紛喺社交媒體上邊留言，表達咗對奈雪食品安全嘅擔憂。有人認為，作為一間知名嘅茶飲品牌，奈雪應該對產品質量嚴格把關，確保消費者可以飲到安全放心嘅產品。而今次出現青蛙鹹魚咁嚴重嘅問題，講明其喺生產、加工、包裝等環節可能存在漏洞。與此同時，市場監督管理局亦都喺度迅速介入調查。監管部門嘅工作人員喺接到網友嘅舉報之後，第一時間同網友取得咗聯繫，並且詳細了解咗事件經過。後尾佢哋嚟到咗涉事嘅奈雪門店，對相關產品進行咗檢查同取樣。工作人員表示，將嚴格按照法律法規嘅要求，對今次事件進行深入調查。一旦發現奈雪存在違反食品安全規定嘅行為，將會依法予以嚴肅處理。喺市場監督管理局嘅介入之下，奈雪同網友之間嘅事逐步得到咗妥善處理。奈雪按照相關規定對網友進行咗賠償，雙方達成咗和解。網友喺接受採訪嘅時候表示，而家事件已經處理好咗，後尾同自己冇咩關係。但係佢亦都希望奈雪可以真正吸取教訓，加強管理，唔好等類似嘅事件再次發生喺其他消費者身上。今次青蛙事件並非係奈雪首次陷入食品安全風波。2021年，奈雪北京多間門店被爆出曱甴亂咁爬、生果腐爛、標籤隨意更換等問題，直接被市場監管部門約談。2022年，又有消費者喺奈雪嘅歐包入邊食出頭髮，喺飲品入邊飲出塑膠片。呢啲事件一次又一次咁刺痛住消費者嘅神經，亦都令到奈雪嘅品牌形象受到咗嚴重嘅損害。青蛙屬於野生動物，可能會攜帶寄生蟲或者病菌，購入食品當中存在較大嘅安全隱患。
新茶飲行業競爭激烈，品牌為咗搶佔市場，不斷推出新品、聯名、跨界。但歸根到底，食品安全先至係企業嘅生命線。消費者願意為高價茶飲埋單，睇啱嘅唔單止口感同顏值，更加係對品牌嘅信任。如果連最基本嘅衛生都保證唔到嘅話，再多嘅營銷亦都只不過係空中樓閣。今次奈雪的茶嘅青蛙風波，唔單止係一個個案，佢再次敲響咗食品安全嘅警鐘。喺當今社會，食品安全問題一直都係消費者關注嘅焦點。隨住生活水準嘅提高，大家對食品嘅品質同安全要求亦都越嚟越高。茶飲作為大眾鍾意嘅飲品之一，其質量同安全更加關係到廣大消費者嘅身體健康。由行業角度嚟睇，相關部門應該加強對茶飲行業嘅監管力度。茶飲行業近年嚟發展迅速，市場規模不斷擴大，但同時亦都暴露出咗一啲問題，譬如產品質量參差不齊、衛生條件唔達標等等。為咗保障消費者嘅權益，促進茶飲行業嘅健康發展，相關部門要嚴格按照法律法規嘅要求，對茶飲企業嘅生產、加工、包裝等環節進行全面檢查。一旦發現企業存在違反食品安全規定嘅行為，要依法予以嚴肅處理，絕不姑息遷就。同時，要建立健全食品安全監管長效機制，加強對茶飲行業嘅日常監管同抽檢，及時發現同消除食品安全隱患。由法律層面嚟睇，食品安全法明確規定，生產不符合食品安全標準嘅食品，消費者除咗要求賠償損失之外，仲可以向生產者或者經營者要求支付價款10倍或者損失3倍賠償金。呢個規定為消費者喺遇到食品安全問題嘅時候，提供咗有力嘅法律保障。消費者喺遇到類似奈雪青蛙風波咁樣嘅事件嘅時候，要勇敢攞起法律武器，維護自己嘅合法權益。同時，法律嘅存在亦都對企業起到咗威懾作用，促使企業更加重視食品安全問題，加強產品質量管控。奈雪的茶青蛙風波雖然已經得到咗初步解決，但係佢所引發嘅思考就遠未結束。食品安全係一個永恆嘅話題，需要政府、企業同消費者共同努力，先至可以營造一個安全健康嘅食品消費環境。對於奈雪的茶嚟講，今次事件係一次深刻嘅教訓，佢應該痛定思痛，加強管理，提升產品質量。唔單止要對涉事產品進行全面排查，確保冇其他批次嘅產品存在類似嘅問題，仲要對生產、加工、包裝等各個環節進行全面整改，建立健全嘅食品安全追溯體系，等消費者可以清楚咁了解產品嘅來源同質量。同時，要加強同消費者嘅溝通同互動，及時回應消費者嘅關切同質疑，重新贏得消費者嘅信任。對於成個茶飲行業嚟講，今次事件亦都係一個警醒。茶飲企業應該引以為戒，加強自律，為消費者提供更加安全、優質嘅茶飲產品。只有不斷咁提升產品質量同服務水準，先至可以喺激烈嘅市場競爭當中立於不敗之地。同時，行業組織亦都應該發揮積極作用，加強對茶飲企業嘅引導同規範，推動茶飲行業健康有序發展。希望奈雪的茶可以以今次事件為契機，真正重視食品安全問題，加強管理，提升產品質量，重新贏得消費者嘅信任。亦都希望成個茶飲行業可以加強自律，共同營造一個安全健康嘅消費環境，為消費者帶嚟更多嘅美味同健康。喺未來嘅發展中，茶飲行業唯有堅守食品安全底線，先至可以喺激烈嘅市場競爭中持續健康發展，實現企業同消費者嘅雙贏。今期就到呢度，我哋下期不見不散。如果鍾意我哋嘅節目，請點個讚、關注、訂閱支持我哋。多謝晒，拜拜。